各位乡亲，大家好，今日来讨论研究客家实验白话语文嘅研究嘅第一部分。主题闽农家乡山县那个乡镇嘅课文，一字一语用客家实验法对照录音，第20篇，提供本各位乡亲大家互相来研究客家白话文。大家都係知得講啊，一個白話文同一般嘅文言文啊，都係冇相同嘅嚇。所以講啊，文言文就是像一個翻譯嘅白話嘅問題一樣啊。我哋客家白話文呢，可以講也就係二體文，讓佢講就係讓佢寫。以當前嚟講啊，真係一個工作，一個目標方向啊，非常嘅重要。曉得講就要曉得寫安尼啊。但是佢當前嗰對人呢，可以講嚟講啊，會講唔會寫一個問題。後來我哋同大家嚟做新聞報告，我哋嘅民國一個71年3月29日啦，用客家白話語文佢寫題一個《月光山插字》一個文章，所以大家讀一遍，讀問大家嚟做一個參考嚇。一個在1982年，也係民國71年呢時節啦。有一日在美濃嶺南同鄉協會嘅聚會之中，遇到一位年鄉，就是廣東梅縣嘅羅天利先生，對交談之中，記得一個本人係美濃人，所以就以美濃自然呢講出佢哋有關於美濃可愛嘅美濃山地形山勢來談我。本人談嘅以後，感覺到非常嘅出妙事，有樣，就在夜裏舉起一團呢，提供本各位鄉親大家嚟做一個茶餘飯後嘅談論，佢將可以幫助消化，清涼補胃，係唔係有樣？請大家試看那是啊，個羅天利先生所講嘅道理有道理嘛？哈，講到一位年鄉羅天利先生，有一日專程到可愛嘅美濃來看天利，一看到美濃山嘅地勢景色，感覺到美濃山嘅地勢非常嘅特殊嘅地方呢，有3點，並指出山縣地勢那個象徵呢意義一個意思係表示乜嘅？伊講啊，第一點，美濃嘅山群粒粒都係真尖，從竹頭角嘅尖山呢，到奇美山，峰峰相連，山尖突出。羅天利先生講啊，山can人登水乾泉，山峰嘅尖啊，表示人才嘅傑出。美濃嘅山一粒比一粒尖又多。有啲可以測出美濃傑出能幹嘅人才一定幾多，講啊真準。美濃之內睇介紹項，隨便一說啊，大學生啊，博士像是秋風吹落葉一樣。可以嗰啲講啊，多處一帶都係
有一个大学生，同时人才遍布满天下。列位体理学呢，所讲啊，真系有氧，是体理哦。第一点呢，伊讲体理学呢有指出，美容的三群占有必定，有一点可以抵得，美容出色的人才，都是重出之士，佢重视唔佢出的人，但是并不言化，同时做人做事坚持硬劲，不向人低头。佢참难同人那个出大来合群、合众、鸳鸯的精神，故所做太官嘅、做生意嘅，经常等嘅方面呢，個唔合適。嘅就講啊，美容人嘅性格係相當樣嘅，有身形所影響到嘅。第三點呢，因為體理學呢又指出了美容三群外貌，平時見識佢講佢美麗，漸出好看，當正，但係一到冬天頭。山鄉就時多，樹木竹頭落葉，一片荒涼。山鄉有貴少種有價值嘅經濟作物，因此就按呢可以猜出上美容所出的人才，必先為了錢財所困難以後，難為出頭。由於山頭地勢影響，佢就有佢雄厚資本的大企業家出現，大頭家一般都係公務人員，也係識頭路嘅人過多，係點講也係真準哦。影響老體理先生，同時又講起岐山的山形體勢來做比較。佢講岐山與美濃的山形體勢大不相同。岐山的山勢力又矮又遠，未藏水，所以講水乾菜山乾人等水乾菜，做得種水果等等的作物。岐山的山屬於富貴的富地，美濃的山屬於富貴的貴地，故所兩地方所受到山形體勢的影響，在人性、經濟、文化、政治等等方面都各有千秋。以上呢係在民國71年4月由影響廣東每日呢羅體理先生所分析美濃家鄉山形象徵真相的一段話，係唔係有影，係唔係影響嘅那個鄉親講嘅有嚴重真話麼？也係插曲編出嘅假聲假話，但不管是真是假，也係發乎人呢容易也改好，大家記得現在與將來嘅山形體勢這個大體上不變，一個前後是相同，
依旧存在哦。但係美容人呢命運，係唔係同羅體理先生所講嘅一樣咯？假如看上天呢造化與大家嘅努力，與演變呢以上係請大家참視先看下先嚟，莫來追論安尼吼。同時，體理先生又來講哦，這個命理風水啊，也係非常嘅重要。伊講啊，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德五讀書六命嘅七面相八呢精神九呢高貴人十呢自家身體嘅養生11呢。就是講啊，男女方面選對象嘅重要點安尼等等，也11種哈。以上這個請各位鄉親大家來做一個參考哦。一個就講啊，客家白話文，讓佢講，讓佢寫，大家就佢記得講啊，一個客家白話文就是讓佢講就讓佢寫，講嘅順利。談嘅順意，就可以將我哋傳統嘅客家話嘅一個傳統嘅那個美食啊，那個粵語好談。以上希望大家感謝你。另外呢，一個假設文章地圖裡看唔出嘅素材啊，可以看本文地圖裡嘅主角一共有27咧嚇，同時還有幾多圖片。那個樣片，那個所做出來嘅片，那個樣片啊，本大家嚟做個參考。美濃山哦，一個等等各地方嘅情況係樣嘅安尼嗬。也以上所寫嘅呢，係在民國72年5月19啊，在那在日光山下地圖裡嘅文章呢拿出來。再參考安尼吼，以上感謝大家，希望大家感謝你，再見。希望按知識有中意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